宜兰首尔甲日本石湾市早期为着渔业合作是结做姊妹仔市，到达已经30年啊。石湾岛当时带团去首尔参加纪念活动，而且因为因看到这花莲工会灾情真严重，因嘛有设这捐款想要斗相共。首尔镇长李明哲甲日本石湾市长中山义良双方签灾害应变国际合作协定，未来对方若有灾难发生，会当向对方提出支援的请求，通好资讯共享，提供物资。首尔镇请台湾艺术大学协助修复30年前甲石湾市结做姊妹市的影片。迄当阵双方透过这个方式做渔业的合作，即卖合作已经扩大到观光、体育、教育。今仔日30周年纪念活动。嘛讲好，若有灾害会互相帮助。带团来台湾的中山义良嘛讲，已经伫石湾市役所1楼捐捐款箱，为花莲房山大灾害募款。この度のカレンでの水害に対して多くの被害が出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心からお見舞い申し上げます。で、亡くなられた方のですね、ご冥福心からお祈りいたします。募款按算到31结束，下到乌那国岛募到的钱，做伙捐互花莲的灾区。日本希望尽上大的拍拼，协助灾区早日重建。石垣跟苏澳哈，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个气候都很相像，所以可能都有台风啊，还有水灾的情形发生。所以我们这一次那在石垣市长特别的这个提出来要签订这个国际灾难这个自助的协定。首尔镇甲石湾市每10年都会签一届有关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备忘录。即马大环境转变，天灾真恶预测，双方签署上新灾害应变国际合作协定，以两地居民的安全为优先的考虑。未来灾害若发生，互相会当支援，嘛互灾害应变会当更较有春秋。记者综合报道。